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作為市場推廣界奧斯卡，每年都吸引眾多市場推廣界精英同機構參與市場策劃獎項同個人獎項。去年嘅最後10強獲得 Now TV 金獎、銀獎、銅獎、卓越獎同優異獎。佢哋展示出非凡嘅市場洞察力，運用先進嘅數碼科技同創新意念，制定全方位嘅市場推廣策略，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為企業創造佳績，繼續得到業界嘅鼎力支持。今年同時喺市場策劃獎項同個人獎項均表現出色嘅機構，將獲頒發最高榮譽傑出市場策劃機構獎。把握機會，快啲報名參加 HKMA ViuTV 及 Now TV 傑出市場策劃獎，展示你嘅市場推廣實力。